我可以跟大家报告，他的发言只代表他个人。因为刚刚苹果日报的媒体朋友问，人家以为他是代表外交部。我今天再一次的在这边讲，他的发言只代表他个人，他甚至不能代表研务局。如果研务局都不能代表，更不能代表外交部，不能代表所有的外交官。因为所谓要代表，必须要经过授权，授权几个方式，就是人家愿意授权。长官的交代，或者是经过民选的机制，这些机制完全没有，只能代表他个人。而且他现在已经注意到，他不能代表外交官，所以外交官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。那我可以跟您讲呢，他的这些做法，我们也就是本着一个坦荡荡的做法。昨天我们研务局的人事主任已经找他谈过，当然呢，每一个人对规定的见解各有不同。那当然，全系部对于人事法规的规定呢，也没有规到那么细，所以我们正式昨天去一个函，请求全系部来解释，这样有没有逾越这种规范？那我也可以跟在这边跟大家讲我也找了这个同事来讲过，也许你会认为进了公务体系太多条条框框，但是我也很坦诚跟他讲，这些条条框框，公务员的条条框框，这个并不是你进来才加给你的，这是你进来之前就已经有的这些条条框框。所以如果你进来这个服务体系之前就有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，那表示你的工作环境原本就有这些，那你不能再抱怨说我进来有这么多的限制，这是你进来就应当有先有的基本的认识。那当然这边我要必须讲，联务局对于我们同仁的一个人事规则的管理很清楚的。第一个就是我们所交付的工作，它是不是有做？如果没做，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人事规则来处理。第二个，他所经办的业务，联务局经办的业务，涉及到很多人民的权利义务跟他的个资。如果他所有的对外的言论或者是著作等身，如果有泄露个资，我们必须根据泄露个资的方式来处理。第三个，差勤的时间必须上班时间，上班时间必须要上班。如果他有什么事，当然根据我们的差价规则，他可以请休假、请事假、请病假，这个都是他的权利，只要他符合规则就可以。那至于言论的范围的尺度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呢，对这个还有这个规则的部分，我们会请全系部来做一个解释。谢谢各位。林务局局长他回答已经相关的这个详尽了，的确是有一些范畴是我们公务人员当然有言论自由，但是如果在报章杂志上面发表的是以个人的名义的话，那我想这是另当别论。但是如果他是挂所谓的外交官，可能会让外界误以为是代表外交部，或是代表所有的外交部的同仁。那我想我们的立场跟刚刚林务局局长一样，我们澄清，这并不是外交部的立场，也不代表外交部同仁的立场，这是他个人的立场。第二个，有关于他个人用外交官的这个头衔，而涉及如果发表的是有涉及到公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议题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必须坐下来仔细好好谈，因为就像刚刚陈局长讲的，有涉及到公务的议题的话，这个东西是要由相关的，不管是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，或是受到相关法规的规定的一个保障，所以公务人员要在这个报章杂志上发表有关公务议题的意见的时候，是必须要受到相关机关的首长，或是至少是自己所属组织的一级主管的一个充分的一个授权。那我们回顾相关的这几个月，甚至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们有看到这位同仁相关的这个发言，其实并没有受到相关长官的这个授权。所以我想
我们的立场也是一样，代表他个人。至于涉及到有一些公务议题，是不是有这个泄密或是不应该评论的部分呢？我想这一部分我们交给相关的这个人事的这个单位呢，我们来进行评估。谢谢。